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信樂堂嘅頻道，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社福資訊啦。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會同大家講解有關退休之後移居廣東省養老有啲咩嘅相關嘅福利啦，同埋措施等等嘅。越嚟越多市民選擇退休後移居廣東省養老，而跨境嘅長者福利措施呢就受到關注。立法會新一份嘅數據透視呢就指出，截至2024年中呢，就有超過9萬65歲或者以上嘅香港長者呢定居廣東省，人數喺10年之間增加40%。而文件當中亦都回顧唔同嘅跨境長者福利嘅使用情況，當中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參與嘅人數最新嘅就係417個啦，而跨境使用醫療券金額僅僅佔總體醫療券申領金額嘅1.2%。此外，提供俾移居廣東省嘅合資格長者領取高齡津貼同埋長者生活津貼嘅廣東計劃呢，當中嘅參與率僅佔2%，而福建計劃嘅參與率更加只係有0.2%添。咁今日喺呢度同大家介紹各類有關退休移居廣東省嘅一啲福利呢，同埋相關措施嘅，當中包括綜援長者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啦，另外就係一般嘅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另外廣東省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另外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啦，而最後就係北上深圳養老嘅福利。咁首先同大家介紹呢，就係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咁呢個計劃就係向符合資格並且選擇到廣東或者係福建省養老嘅綜援受助長者呢，就繼續提供現金援助。咁申請人必須要符合以下條件，當中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喺香港居住至少7年，年齡為65歲或者以上，同埋喺緊接申請之前已經連續領取綜援金至少1年。如果該年內曾經停止領取綜援金而合共唔超過10日，亦都係視為符合呢一項規定嘅。而申請人必須要申報預算離港到廣東或者係福建省長期居住嘅日期，而該日期呢，就必須要係申請人申請呢一個計劃援助日期起計嘅3個月內。另外，若果申請人係公屋住戶嘅話呢，亦都必須要喺離港之前交回所租住嘅公屋單位，或者係刪除喺租約上邊嘅戶籍。咁津貼嘅內容就包括每個月發放一次嘅綜援標準金額啦，同埋每年發放一次嘅長期個案補助金。咁但係呢，就唔會發放特別嘅津貼或者係其他援助金，例如係租金津貼啦、特別膳食津貼啦，或者係交通費用津貼等等。如果受助人不幸去世，負責佢殮葬事宜嘅親友呢，係可以向社署申請殮葬費津貼。而有關嘅援助金會按月去存入指定嘅香港銀行戶口。申請人或者係受委託嘅人士必須要自行安排從上述戶口當中提取援助金，例如係同銀行去安排將援助金匯款到去廣東或者係福建省，而當中有關嘅手續費用必須要係自行支付。現時有部分嘅銀行係會有豁免有關收費嘅安排，申請人或者係受委託人士可以向所屬嘅銀行查詢。咁大家亦都可以喺當中呢，就設定常行匯款嘅指示，匯出金額至到去指定嘅內地銀行帳戶啦，又或者係啟動香港銀行發行嘅提款卡，包括扣帳卡啦，或者係具備提款功能嘅信用卡，啟動呢一啲嘅提款卡喺內地嘅櫃員機嘅提款功能。咁有關呢一個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申請人可以自行前往處理佢綜援個案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呢，去提出申請。而行動不便嘅人士可以用電話或者係郵遞嘅方式提出申請。社會保障辦事處嘅職員會安排家訪呢，為申請人辦理申請手續，而所有嘅申請手續都均需要喺香港辦理。有關呢一個計劃嘅查詢電話係31053266。跟住落嚟就同大家介紹一般嘅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社會福利署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嘅廣東計劃呢，同埋福建計劃呢，就旨在為選擇移居廣東省或者係福建省嘅合資格香港居民呢，
咁就每個月提供現金津貼，包括長者生活津貼啦，同埋高齡津貼。咁有關呢一個計劃入邊嘅長者生活津貼，申請資格就係65歲或者以上呢，有經濟需要而係入息同埋資產呢冇超過規定嘅限額嘅香港居民，咁就向佢哋每個月提供特別嘅津貼啦，以補助佢哋生活嘅開支。由2025年2月1號開始，長者生活津貼嘅每個月金額就係4250蚊，而喺計劃入邊嘅高齡津貼，為70歲或者以上嘅香港居民每個月提供現金津貼啦，以應付因為年老而引致嘅特別需要。申請人無需要接受經濟狀況調查啦。咁由2025年2月1號起，高齡津貼每個月嘅金額就係1640蚊。咁而其他嘅申請資格就係已成為香港居民至少7年啦，同埋喺緊接申請日期之前已經連續居港至少1年，而喺嗰年內離開香港唔超過90日。另外就需要係冇同時領取緊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嘅其他津貼啦，或者係綜援。另外，如果申請人係香港公屋嘅住戶，亦都必須要喺離港之前交回所租住嘅公屋單位，或者係取消租約上邊嘅戶籍。另外就係喺領款期間繼續喺廣東或者係福建入邊居留，而喺付款年度內喺廣東或者係福建居住不少於60日，就可以領取全年嘅津貼。而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人每個月嘅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單身人士入息係唔超過10770蚊，而資產就係唔超過406000，而夫婦入息限額每個月唔超過16440蚊，而資產限額就係唔超過616000。咁有關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申請人必須要親身到香港辦理申請手續，而喺辦理申請手續之前，申請人需要填妥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嘅申請表，連同有關申請人同埋配偶嘅證明文件副本，例如係身份證明文件啦、香港銀行戶口嘅證明文件、廣東或者係福建嘅住址證明，例如係入邊嘅租單、住屋開支嘅帳單，另外就係所有旅行嘅證件啦，以及近照2張，咁就可以向社會保障辦事處去提交申請，可以係透過副本去寄回啦，或者係親身交到去社會保障辦事處去申請。有關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嘅詳細資料，大家可以瀏覽官方網頁以了解資訊。另外都可以致電社署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嘅熱線31053266。另外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社會福利署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為正在資助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輪候緊資助安老宿位，並且有意喺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嘅長者呢，就提供多一個選擇，讓佢哋按本身嘅意願選擇入住喺呢一個計劃入邊嘅安老院，而呢啲安老院已經係獲得社會福利署嘅認可服務機構。呢一個計劃嘅參加資格係經過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被評定為適合院舍照顧服務同埋正在中央輪候冊內。另外就係輪候資助嘅護理安老宿位啦，或者係護養院宿位嘅長者。咁有關長者資格方面，有部分嘅類別或者係特殊情況嘅長者呢，或未能夠提出申請嘅，建議向跟進有關你長期護理服務嘅負責工作員去查詢。而政府會向認可嘅服務機構支付服務費用，當中包括資助參加計劃嘅長者喺認可服務嘅機構嘅食宿、護理服務同埋個人照顧，以及基本嘅醫療費用。而長者喺入住之後，無需要再支付呢一啲嘅費用啦。而有關長者需要自費嘅項目就包括個人嘅消耗品啦，例如係尿片、傷口敷料等等。而認可嘅服務機構會為參加計劃嘅長者提供一套良好嘅院舍照顧服務，以照顧個別長者嘅健康問題啦，同埋佢哋相關嘅護理需要。基本嘅服務會包括住宿喺共住嘅房間啦，另外每日3餐另加小食，另外24小時照顧同埋護理服務，另外就係為每名長者制定同埋執行個人照顧計劃，另外每2星期以個人或者小組形式進行復康運動，另外
每個月一次由認可服務機構安排嘅醫生呢去提供健康檢查。另外呢，都會提供陪診或者係住院嘅陪護服務，提供相關嘅交通呢，同埋陪同長者到指定嘅醫院同埋診所去睇病。當中亦都會包括陪同長者接受住院治療啦。咁而有關各院舍提供嘅服務次數或者形式都會有唔同嘅，詳情可以參閱已經上載咗喺官方網站嘅認可服務機構嘅服務簡介入邊。另外提供嘅服務亦都會包括輔導、發展、支援、治療小組等等，同埋定期嘅社交康樂活動。而最後亦都係會包括洗衣服務嘅。而為咗鼓勵合資格嘅長者參加計劃呢，社署喺計劃內加入為期6個月嘅試住期。若果參與計劃嘅長者喺試住期內選擇離開認可嘅服務機構同埋退出計劃呢，佢就可以恢復中央輪候冊上邊嘅長期護理服務嘅申請，亦都係可以追溯返去原先嘅申請日期。呢個安排會有助長者安心體驗啦，同埋適應內地嘅安老院生活，而無需要顧慮決定回港嘅時候需唔需要再重新申請資助安老宿位。提一提大家，合資格嘅長者可以透過跟進佢哋長期護理服務嘅負責工作員呢去提出申請，而新申請人或者係佢哋嘅家人呢，亦都可以聯絡任何一間轉介嘅辦事處提出要求去申請計劃。當中包括長者地區中心啦、長者鄰舍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或者係其他服務單位，例如係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等等。咁如果想查詢呢一個計劃嘅內容，可以聯絡社會福利署嘅安老服務科院舍照顧服務組，佢哋嘅電話係29617234。而有關呢一個計劃嘅詳情同埋廣東安老院舍嘅名單，可以留意熒光幕嘅網址去瀏覽資訊。另外同大家介紹嘅就係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政府推出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為合資格嘅香港長者喺大灣區使用醫療券以支付門診醫療護理費用嘅時候呢，就提供更加多嘅服務點選擇。合資格嘅人士為年滿65歲並且係持有有效嘅香港身份證或者係豁免登記證明書嘅香港長者。另外就係同意加入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亦都即係醫健通。有關醫健通嘅詳細資料可以瀏覽返官方網站。獲得納入試點計劃嘅7間醫療服務機構，由2024年年中開始呢，呢一啲試點醫療機構已經係陸續接受長者去使用醫療券。有關個別醫療機構佢哋嘅邊一啲科室或者係服務接受醫療券呢？咁詳情呢，可以留意返跟住落嚟嘅熒光幕嘅資料，例如係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啦。另外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嘅南沙院區，另外中山陳星海中西醫結合醫院，另外東莞東華醫院，另外深圳新豐和睦家醫院，另外深圳愛康健口腔醫院，另外深圳紫荊口腔門診部或者係深圳朱勝吉口腔門診部。有關頭先提過嘅醫療服務機構，佢哋嘅地址同埋電話，大家呢都可以撳停影片去抄低有關嘅資料。醫療券會透過電子平台發放同埋使用，合資格嘅長者無需要預先登記領取或者係攜帶醫療券。長者只要親身到去試點嘅醫療機構，出示有效嘅香港身份證或者係有效嘅豁免登記證明書，並示意會使用醫療券去支付當日接受嘅醫療護理服務當中嘅費用。而長者亦都需要向醫療機構提供可以收取電話短信嘅香港或者係中國內地嘅流動電話號碼。如有需要，長者係可以選擇提供家人或者係照顧者嘅流動電話號碼作為替代。醫療機構會為長者申報使用醫療券，而有關戶口內嘅醫療券使用記錄亦都會即時更新。喺完成申報之後，醫療機構會俾長者一份印有佢嘅醫療券戶口嘅餘額記錄，以供保存。而醫健通系統亦都會即時以電話短信通知有關長者或者係佢指定嘅家人或者係照顧者。而由於醫療券係以港幣嚟做單位嘅，醫療機構嘅醫療護理費用
則會用人民幣結算。因此呢一個試點計劃會根據每個月更新嘅換算率去計算需扣除嘅醫療券金額，而當中嘅換算率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每個月去調整一次，並且會標示喺試點醫療機構嘅收費處上邊，供長者參考。咁有關呢一個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大家可以瀏覽官方網站去了解資訊啦。另外，亦都係致電計劃嘅熱線28382311去查詢。咁最後都同大家去介紹一啲北上深圳養老嘅福利。咁喺呢一度，大家係可以去申請一個叫做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啦，又或者係深圳智慧養老移年卡。咁有關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方面，如果大家喺內地居住半年以上，並且符合合法穩定居所、就業或者係就讀等等嘅條件呢，就可以申請呢一個證件㗎啦。另外，有關深圳智慧養老移年卡，年滿60歲並且係居住喺深圳嘅港人呢，咁而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證就可以申請。由平安銀行、工商銀行同埋中國建設銀行發放嘅移年卡呢，可以透過線上申請，或者係到銀行分行啦，或者係上門辦理3種方式去申請嘅。咁有關嘅福利就包括，只要年滿60歲就可以喺深圳地鐵免費乘坐，只要需要選擇專用嘅通道啦，出示回鄉證就可以直接免費入站去乘坐深圳地鐵。另外喺深圳搭乘公交車呢，只要需要喺上車嘅時候將深圳移年卡或者係港澳居民居住證去插上公交車嘅讀卡機上邊呢，即可以免費乘車。另外就係頭先提及過嘅廣東計劃呢，當中包括高齡津貼啦、長者生活津貼，另外亦都可以頭先所講相關嘅醫療機構入邊使用醫療券。另外一項啦，就係香港嘅長者憑深圳智慧養老移年卡，可以喺深圳全市呢就享有就醫方面嘅優先窗口同埋通道服務。另外，憑深圳智慧養老移年卡，可以免費進入深圳市各文化場所啦，例如係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美術館等等嘅空間。另外都可以免費進入深圳市各公園同埋市政府投資建設嘅各項旅遊景區，包括蓮花山公園、深圳灣公園、大小梅沙、海上田園、仙湖植物園、鶴湖新居等等。另外，持有深圳智慧養老移年卡嘅長者，亦都可以免費或者係以優惠嘅價格去使用深圳市全部公共體育場館，包括公立學校嘅體育設施。另外，持有深圳智慧養老移年卡嘅香港長者呢，亦都可以依據相關嘅規定，享有以下嘅法律服務優惠，例如係公證費同埋律師費嘅減免。另外就係優先獲得免費嘅法律援助。喺影片嘅最後都提一提一啲常見嘅熱線服務，包括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最後記得留言、讚好、分享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啊！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需要嘅話，唔好猶豫啦，快啲聯絡我哋啦！等我哋一齊改善長者嘅居住環境啊！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都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直接聯絡我哋。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下次見。